后来这个风台相关的新闻，咱等一下继续来报道。咱先来看这个震动的消息。国民党基隆市议员李美玲前几天啊，为着陆军弹药库清扫的代志，甲当地民众来对呛，来讲出着真激动的话。伊讲阿强啊，无想要拍你，迄是你讨拍。伊阁来呛讲，中华民国若无爱保护基隆，安尼就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照顾着基隆人。今仔日李美玲伫个面册道歉咯。中的想要甲你拍，这个伊无要想要甲你，啊无拍，台无人机，讨打，无人机要甲你过来呀。就伫咧24号，基隆双方营区的弹药库爆炸，互弹药库搬锁基地，搁一摆受到关注。国民党基隆市议员卢美玲和当地民众意见是无相同。这过台湾的所在，绝对袂使甲迁走，爱留就是爱留。你甲迁走，恁这个财团民意代表嘛是甲起诉。你中华民国不照顾基隆人的话，我们就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照顾基隆人。卢美玲讲的话，互大家是讨论较真热。28号半暝饭点外，伊伫了面册顶回信咧，伊写这2天的弹药库事件，美玲啊对家己的事件感觉真歹势。服务处嘛小刷受到各界回应，美玲嘛谦虚接受。身为民意代表，应该秉持服务民众的初衷，无分立场观念，来听无共民众声音和想法，找出上大利益。如果真的是发生战争的话，真的很容易就成为攻击的对象。所以我是认为说，是不是可以赶快把它迁移？卢美玲在面册顶嘛重申家己的立场，并不是伫咧讲弹药库敢应该存在，嘛无牵涉起复杂局势之心，只是伫咧探讨伫咧面对已经发生灾害，而且有可能搁一摆危害民众所在，这无适当的弹药库，敢是会当迁徙去更安全的所在？不离个进前的谈话，嘛有这个市议员意外引起大家注意。那国民党嘛讲，卢美玲的发言并不是国民党的立场，嘛严重违反国民党的党章，损动国民党的名声，而且地方党部去了解调查，若有必要会看轻重，改做党纪处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